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龐寶林投資 GPS。全球繼續七國咁亂，黃金高處未算高。特朗普嘅唐羅主義希望掃走中俄嘅勢力。美國咧減息嘅機會咧其實下降中嘅。特朗普嘅政策同多國外交務實就係想攞錢嘅啫，獨霸西半球甚至全球嘅資源嘅。特朗普咧就宣布喺2026年2月1日開始咧，向丹麥、挪威啊、瑞典啊、法國、德國、英國、荷蘭同埋芬蘭8個國家加稅，加多10%，因為佢支援格陵蘭駐軍喺嗰度，象徵式駐軍嘅嚇，希望特朗普咧就唔好佔領格陵蘭。咁呢種情況咧，我覺得咧對美國係不利嘅，因為佢啲盟友，但係對中國係有利嘅。咁另外咧就係伊朗嗰方面啦，暫時好似告一段落啦。咁伊朗總統咧就警告，其實係對美國講嘅，襲擊佢哋嘅精神領袖哈梅內伊，等同全國伊朗人民開戰啦。大家咧就企硬啲，咁暫時告一段落先啦。咁美國經濟嘅情況係點咧？點解美國減唔到息咧？美國11月嘅 PPI 按年咧就升3%，高於預期；核心嘅 CPI 3.5%，亦高過預期嘅2.9%。咁按月持平，咁呢個情況零售銷售亦都升咗0.6%，咁所以我哋睇咧聯儲局減息嘅機會係好細嘅，應該要睇多啲情況，咁所以大家估咧，就算減都係6月中，咁但係咧特朗普要減，你要逼聯儲局主席提早退休啊，或者提早自己請辭啊咁樣，咁呢個係唔啱嘅，咁但係到時會唔會搞到一鑊泡咧？咁就要擔心咧，會唔會引起美元再跌啊？美債又冇信心啊，甚至引出股災出現都唔定嘅。最近咧，美國2大國企固定嘅房企就係我哋叫房利美啊咁樣呢兩間公司咧，主要係借錢俾人買樓嘅。咁佢30年嘅按揭利息咧，居然由6.16% 降至6.06%，所以咧就好多基金公司咧就開始增持嘅 MBS 嘅抵押嘅證券啦。咁 AI 嘅泡沫咧，魯賓尼就講過 AI 咧未來嘅增長咧對美國對全球都好重要。咁佢覺得咧可以去到呢個世紀嘅末，即是話2030年咧，美國因為 AI 嘅經濟增長可以去到4%。如果真係去到嘅時候咧，而家只係大概1.8%。咁即是話特朗普而家做嗰啲措施嘅衝擊咧，我哋叫噪音咧，其實影響唔到 AI。咁所以美國嘅經濟會係好嘅。咁主要點解咧？就係因為而家個 AGI 咧人工智能已經發展到非常成熟。咁喺近年嚟講 AGI 咧已經開始規模咧就其實一路擴大，同埋個水平擴大到咧同人類嘅認知都係差唔多嘅。跟住就 AI 有 physical 啦，又有 AI agent 啦，同埋 AI 應用嗰方面咧都會令到 AI 咧令到各行各業有利潤，令到佢哋更加用 AI 嘅。咁台灣咧都喺關稅嗰度似乎咧同美國達成協議啦，咁就會投資5000億，美國咧就取消個關稅咧跌到15%都係高嘅，其實連歐洲都係15%度啫嘛。咁2500億咧就愛嚟咧投資咧嗰啲先進嘅晶片咧，大家知道。咁另外2500億咧就相關嘅投資咧需要其他行業配合嘅，大概係5000億，其實就係4000億，因為1000億台積電啊，其他咁咧已經投資咗亞利桑那州啦。美國聯儲局嘅主席受查，我諗呢樣嘢咧似乎好難進行。好多過去嘅聯儲局主席啊，同埋其他重要嘅人物咧都簽名支持而家嘅聯儲局主席繼續係企喺度，唔好屈服嘅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特朗普都好難取消。咁事實上，究竟能唔能夠減到息咧，就再要睇啦。呢種嘅情況，內憂同內鬥，令到黃金咧就衝破咗4600、4678，有機會再去5000蚊都唔奇。咁所以我覺得咧，大家投資咧喺黃金嗰方面，如果黃金升得多，佔你嘅組合超過呢個百分率咧，你可能會減持。但係如果未超過咧，我就覺得繼續持有㗎啦。咁所以大家就應該要把握呢啲機遇。咁當然啦。如果唔係買實金，而係買黃金嘅金礦股咧，舊年都升咗差唔多接近2倍嘅。市場嘅猜測，美國咧有機會減2次息啦，咁高盛股咧就6月先減，我哋估都係睇到6月清楚啲啦。咁所以係咪減咧？當唔減會好啲。咁如果市場話減咧，當唔減嘅時候，個市場會調整。咁所以我哋覺得今年全世界股市似乎都係一開局係升嘅，但係升完之後1月之後2、3月咧，我哋覺得就要慢慢要小心。咁預料美國今年嘅經濟增長受惠於減稅啦，如果減到息係更加好啦，同埋特朗普話每個美國人如果合資格咧，
派2000蚊美金俾佢，咁呢啲都係受惠，同埋呢個關稅之後嘅後遺症會點樣呢？即是會唔會因為關稅好多人驚關稅落咗好多訂單搶單啊？咁一搶晒啦，用晒啦，跟住嚟講嘅關稅高嘅時候，會唔會影響到未來嘅通脹呢？我哋就要睇啦。特朗普呢就以武力威脅明尼蘇達州嘅示威呢，咁呢方面呢，我諗都幾犀利嘅，咁令到大家憲法同埋呢就好似特朗普呢就要派更加多軍隊過去，大概呢派多呢3000名聯邦人員去，仲要查明尼蘇達州嘅州長係咪有罪，就係佢去推動今次嘅示威。咁呢啲內鬥就會影響到美國，尤其是特朗普嘅中期選舉，所以美股繼續波動，科技啊其他嗰啲繼續係好嘅，但係都係波動嘅。中港股市嚟講咧，中國去年咧出口增長5.5%，出口係好嘅，內需咧仲要繼續努力，但係已經開始降準啦。睇埋今年農曆年，究竟內地嘅內需嗰個有擴大有冇擴大？除咗係個量大咧，個價都升翻啲咧，咁樣唔係內卷咧。咁中國11月咧再減持美債，咁呢個好正常㗎。咁佢要買多啲黃金，同埋咧對美元未有信心，因為舊年美金咧跌咗咧9.6%，今年咧升咗少少0.78%。咁如果過到第二季嘅時候有問題，可能美元會再跌都唔定。咁所以國債咧，美國國債亦都要減持為少嘅。美國個國債減持為妙。咁中國股市咧，內地咧增加股票嘅孖展同埋按金咧，我覺得呢個係好嘅，因為 A 股已經不斷咁上升。當然啦，同距離6600幾點咧，仲有好大嘅距離。咁但係都唔錯。咁兩融嘅餘額咧，大概有2.67萬億人民幣。中加嘅關係咧就唔錯啦，升溫啦。加拿大總理咧就好決絕咁嘅，就話我哋要獨立，要同多啲其他嘅國家咧，尤其是中國交往。所以咧就簽訂咗一系列嘅。咁譬如話農業嗰啲咧就會賣咗俾中國，但係咧調轉咧，中國買嘅電動車咧，每年嘅關稅咧就由100%跌翻到6.1%，每年咧就可以入4.9萬個電動車。咁對中國嘅出口嚟講咧，都係逐啲咧慢慢增加翻。當然大家要換條件，咁但係對中國亦都有利嘅。阿里嘅千問咧就有新產品啦，股票咧已經炒咗先啦，預期係唔錯嘅，增長部分好似咧佔有80%。咁消費端咧每月嘅活躍用戶咧有1億，所以咧我哋 AI 開啟嘅年代，對於阿里成個體系其他各方面咧，可能有一個長足嘅增長，但係我哋都要再睇數據。反彈咗之後咧，而家都回調㗎啦。投資策略咧，當然咧就而家主打咧就係 AI。AI 最重要係乜嘢咧？最緊要係應用。美國就係高風險高回報，佢咧就抌好多錢落去做。但係一做到咧，譬如最近有間公司啦，做咗 GPU 1萬個交咗俾 OpenAI，於是佢股價咧就升咗成10幾20%。咁所以咧就係如果你交唔到，或者大家圈咁多錢，大家合作呢個情況，結果咧做唔到交貨或者交錢或者交業績咧，咁當然就會大嘅調整啦。咁至於中國嚟講咧，中國嘅 AI 咧嘅投資，我哋話應用為主。咁我哋睇咧，中國嘅 AI 包括政府嘅支持咧，而家係做得好。咁但係分類咧，我哋都要做咧。譬如話 Physical AI，咁就係機械人，機械人就可以去到工廠、屋企任何不同嘅地方都可以用機械人，所以機械人用嘅晶片就可以好犀利，機械人嘅發展就好犀利。咁所以啲股票咧有機械人一類升咗，可能升得太多有調整，咁你又可以再買，跟住又真係 AI 啦。近期都上好多 AI 嘅股票，咁呢方面嘅 AI 升完之後，亦都要調整，最後就 AI agent。咁 agent 嘅意思咧就係話將各行各業都有 AI agent。用 AI agent 幫每個行業增加盈利、增加效率，幫助佢差唔多3成至6成。而家唔止中國，其實全個世界好多中小型企業因為用 AI agent 而能夠幫助到盈利。咁所以調轉咧，亦都幫到 AI 咧多啲人採用佢嘅嘢。呢啲係一度雖然咧呢個機會咧一路發展，我哋覺得係好好，但係咧都有波段。咁我哋應該要把握啲波段咧，增持減持，但係未必要全部離場嘅，除非佢升得太細。好，時間差唔多啦。我自己咧係東企喺證監嘅持牌人士，冇持有上述所講嘅股票，但係我哋基金同埋東企嘅投資組合持有阿里巴巴同埋台積電嘅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咧，請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，最緊要按呢個鐘仔啊！拜拜，多謝晒。